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25篇14節，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，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。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，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。守約施慈愛嘅神，我哋以謙卑同埋敬畏嘅心向你禱告。因誰敬畏耶和華，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。我哋要敬畏神，知道你係無所不在，我哋嘅一切你都清楚明了。又因你嘅憐憫慈愛，你會保護同埋指引我哋。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，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。神認識我哋，會與敬畏你嘅人建立親密嘅關係，將你嘅約同埋法則讓我哋明白，為要與你有更深嘅聯合。感謝神嘅應許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